我哋小組啱啱接咗個專題研習任務，當時我仲以為只要大家同心協力，就一定可以順利完成。研習課堂上面，組員 A 同 B 始終低頭玩電話、傾偈大笑，好似同我哋身處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咁。我私下細聲提醒佢哋，請佢哋快啲開工。佢哋只係敷衍應一句知道了，轉頭又繼續我行我素。見住截止日期一日一日咁靠近，進度仲係停滯不前，我心入邊又焦急又憤怒，唔知應該向老師反映，定係繼續忍落去。無奈之下，我唯有同其他負責嘅組員默默分擔埋原本屬於佢哋嘅工作，辛辛苦苦咁對資料，但係心入面嗰種委屈同無力感，真係點都遮唔住。連日嚟埋頭整理資料，辛苦到流晒汗，滴喺筆尖同埋電腦熒幕上面，但係點樣都遮唔住我心入邊嗰種無力感。直到嗰日佛學堂，我睇到4事法入面講嘅愛語同利行，個人好似突然醒咗咁。我終於明，一味忍讓唔係真正嘅和諧，咁樣只會縱容人哋唔負責任。現空法師話要成日反思，明辨是非。我決定用堅定而溫柔嘅愛語主動同佢哋傾，講清楚大家嘅責任，呢種先係真正嘅利行。幫到團隊之餘，亦都係俾機會人哋去承擔。我終於明咗，真正嘅團隊合作係建基於真誠嘅溝通同埋一齊承擔。